歡迎收睇《職場帝盛》，我係蕭子恒。我係李慧儀。阿 Jeff 啊，我諗你同你嘅朋友都到咗適婚年紀啦。佢哋有冇因為你嘅工作關係咧，邀請你做佢哋嘅婚禮司儀啊？睇我一表人才就梗係知道冇啦。冇咧就啱啦，因為今集要介紹婚禮司儀呢一份工。唔少行內人咧一開頭都係幫朋友做婚禮司儀開始，慢慢發現呢一份工嘅發展潛力㗎。一齊去睇下。佢唔係今晚嘅主角，但將會係第一個上台嘅人。仲有2個幾鐘晚宴先開始，但佢已經到場準備打點一切。喂，阿添，喂，夾埋先，嚟，7點7、7點8，我就同你夾一夾。Guest list 嗰啲有冇？你哋有冇？先是拆場地，兄弟雖然未到齊，但係時間嘅關係，點都要開咗會先。恭喜晒，恭喜晒，一定 good shot，放心。係啦。晚宴開始前嘅影相環節，佢都要跟到足，就係為咗令到晚宴準時同埋順利咁開始。Hello， 各位親友晚安，我係今晚婚禮嘅司儀，我係阿添，可唔可以大家俾啲掌聲聽先？各位親友，今晚犀利啊！今晚咧好似開演唱會咁嘅。簡單嘅開場白應該唔難㗎。作為司儀，難就難在係咪能夠帶動到氣氛。呢個環節佢哋唔知嘅 ，OK， 俾一個驚喜我哋啊！咁多位嚟啦噃，1、2、10，歡呼尖叫！好，正式歡迎新郎哥新娘子進場。可能仲有唔少人覺得，比起攝影師、化妝師，請婚禮司儀都唔係必須啊。但係隨住近年婚禮模式走向多元化，司儀嘅商機就越嚟越多，造就中途出家嘅阿添轉型成為香港第一批全職嘅婚禮司儀。好多時候佢哋會話：咦，乜司儀要請嘅咩？乜唔係朋友啊，係去做嘅咩？甚至上咧，我初入行，有好多酒樓咧都會提供一個經理咧，去幫個客講幾句。陳美聯婚今日酒微菜薄招呼唔到，其實係由個經理去做司儀嘅角色嘅。其實咧，我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做公關做 PR 嘅。咁因為公關嘅工作咧，都好多時候啲客人需要到一啲司儀嘅服務。咁啊，慢慢咧就做1單2單，慢慢就做一啲商業嘅司儀會多少少。咁後尾咧就好多朋友嘅朋友咧結婚，咁啊慢慢就形成咗嗰個嘅量咧，就婚禮會多少少。好，我哋今晚嘅晚宴正式開始，多謝晒各位親友，轉頭見 ，thank you。佢話10幾年前入行初期，可能10場婚禮未必有1場會用到佢哋，但係近年增長有5、6倍。要建立口碑，首先就要了解客人嘅背景同埋需要。例如你喺晚宴喺酒樓，可能嗰個感覺咧係比較貼地啲嘅。如果你晚宴喺酒店，可能係華麗啲，比較係高端少少嘅。如果你話喺晏晝，可能喺餐廳嘅，你着嘅衣服啦，你講嘅説話咧，都比較簡單啲、簡約啲嘅。所以其實喺司儀工作，我哋唔可以話淨係有一套嘅模式。例如佢哋嘅職業啊，佢嘅朋友圈係邊啲啊？佢屋企人係傳統嘅，即係中國嘅，可能係大家族，定還是佢哋係圍村人，甚至上係爸爸媽媽已經係喺外國移民過，再回流翻嚟，可能佢哋嗰個接受程度，佢哋嗰個嘅感覺都唔同，去因應翻去設計一個啱佢哋嘅司儀嘅一個內容同埋個風格咁樣咯。阿添話：而家香港全職婚禮司儀不出30人。兼職婚禮司儀就有100幾人，有興趣入行嘅人明顯增多。近呢2、3年都見到喺網上面多咗好多司儀，咁多咗好多司儀原因為個需求大，但係因為司儀咧唔可以話求其捉個人，你識講嘢，你中意講嘢就可以做到，因為當中都有一個技巧喺度。喺大日子講錯嘢係大忌，遇上突發事都要識得靈活咁應對。有時我哋係會口快嘅，我哋叫做發台瘟。試過有啲比較詐忌嘅，可能就係話：我哋下次再見咁樣，即係我哋完咗個婚禮，可能講呢句説話。咁當然啦，如果真係要兜咧都得嘅，下次再見，我哋滿月酒再見，咁 OK 咯。有一次係阿奶奶就撲親，佢上台就成個人趴咗喺個台上邊。
咁就大家好驚咁就望住我，咁我就即時反應就係話：阿奶奶咧，佢就瞓身支持新郎哥新娘，我哋俾掌聲奶奶。係啦，女士坐出。口齒伶俐兼且轉數快係司儀必備嘅條件，但係執生嘅能力有時都要靠功力。咁我嗰陣時記得就係我要同啲來賓講祝酒，咁我叫佢攞大家嘅嘢飲啦。咁但係嗰陣時緊張，咁所以我就各位來賓，歡迎大家拎起你哋嘅飲料。咁發台瘟或者係蝦碌事件難免會出現，而唔少應對技巧，市面上都有培訓課程幫到你。嗱，呢一個咧，婚禮上面嘅晚宴司儀咧，同一般嘅司儀係好唔同嘅。睇中商機開班授徒嘅係全職婚禮司儀阿 Lu。婚禮司儀呢一行咧，我會形容係一份好開心、好有成功感，但係好難跨出第一步嘅職業嚟嘅。身邊有好多朋友，甚至乎我自己開班嘅學員咧，其實真係讀完個課程，而又可以全職或者比較多機會站台嘅司儀咧，其實每一班嚟講咧係唔夠10%嘅。阿 Lu 喺行業打滾咗7年，當時入行嘅契機同樣都係幫朋友做婚禮司儀。好嗱，咁而家嗱，我嘅第一步咧，當然係我第一場嘅婚禮嘅演出啦，都係非常緊張嘅。佢哋嘅婚禮都係一生人一次嘅啫，所以咧事前功夫咧，我係做得非常之足嘅。咁啊，例如咧廣告啦，咁啊不停咁樣背啦，不停咁樣試演繹啦，咁樣咁啊 run down 咧不停咁樣背啦。咁但係咧好多新人會覺得，請個咧司儀翻嚟真係台上嗰個開場白啊，做一個流程啊，搞氣氛咁樣。但係其實以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咧，其實台上嘅演出咧，只不過係佔咗全日嘅工作3成嘅啫，3成嘅啫。其餘嘅7成咧就係事前點樣同親友去溝通。咁啊，跟住咧，我會講一句，呢個時間有請新內父帶領住新娘子進場。咁啊，嚟到呢度嗱，我哋個圈咧轉大少少，爹哋望住新郎哥，嗱冇咁容易放手㗎。Just marry 呢度得唔得？各位來賓，我哋一對新人咧，即將啊就會有一個莊嚴嘅證婚儀式舉行。阿 Lu 呢一日要主持戶外證婚儀式同埋午宴，婚禮嘅流程就比較簡單，但都唔代表工作係輕鬆嘅喎。從事婚禮工作並不簡單，因為時間長啦，可能休息時間又唔夠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係唔投入嘅，純粹係真係當佢一份工作嚟做咧，咁其實我相信唔好話，首先唔好講可唔可以將嗰個婚禮籌備得好，其實都會令到自己咧覺得好辛苦。正所謂旺季揾埋淡季食，做婚禮司儀同其他婚嫁相關行業都冇分別。咁我哋有正職同埋兼職之分啦。如果兼職嘅司儀咧，可能佢哋個數量唔係咁多，一個月可能3、4單咁樣樣，每一單可能1000幾蚊、2000蚊，可能一個月大概係7、8千蚊嘅收入。全職嘅婚禮司儀喺旺季咧，可能去到15、16單婚禮都有嘅，甚至上再多啲添。淡季嘅時候，可能1、2單、2、3單，平均拉翻勻。1年咁計咧，一個月可能有6、7單、7、8單到，甚至上10單到。咁每一單可能3、4千蚊，咁佢每個月嘅收入咧，可能都有3、4萬蚊嘅。相比攝影師、化妝師、婚禮司儀嘅競爭就冇咁激烈。因為每一個司儀嘅風格好唔同嚇，冇一個標準嘅，競爭又冇特別嘅，因為客人就好主觀嘅。同埋我哋一個婚禮只有一個 MC，咁變咗我哋大家都唔會經常見到大家嚇。不過我哋喺網上面都會知道大家存在。咁你做得好嘅，咁我哋又會知。可能你做得好唔好嘅，客人亦都會喺網上面去抨擊。咁已經即刻見到咧，可能就有好多即係做得唔好嘅司儀都會被淘汰。咁所以喺呢個行業企到即係4、5年嘅或以上嘅，咁個水準都係唔錯嘅。呢一日，阿 Tim 同埋阿 Lu 不約而同喺同一場合出現，攞婚禮司儀獎項。可能當我每一次完成咗我嘅工作啦，咁我喺台上面咧聽到台下嘅掌聲啦，或者歡呼聲啦，其實每一次都係非常之開心。一齊飲杯！我哋係成人之美，每一晚做完婚禮，雖然攰，但係對新人佢唔係同你握手，佢係攬住你，
爸爸媽媽佢握住你嘅手，十指緊扣你嘅時候，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動力啦，對於我。跟住，多謝大家。